件特别甲你讲，当然迄阿罗汉是较粗啊啦，但是讲我这个菩萨是较幼啊，应该迄个毋免再刻出来，迄里头前讲，但是到尾结论内底当中，伊迄句五顶四相，我这个我有一个四相，这个初的这等于讲，即马就讲到菩萨这个概念，讲到空顶四相，所以咱只要四个。所以不因恁袂使处伫头前迄个五顶四相，迄毋免讲啦，迄大家拢知影。所以不应该处着一个法。你这个菩萨咧讲道理的时阵，无论你咧讲经讲经，读这经，你咧讲什么经，伫班上内底当中，你都有情无情，你拢袂使起着这个业，袂使执着这个物件。不因处无法，不因处无法，就是讲你嘛袂使去处着一个空相。因此，把三种四相拢放掉的信心来咱清净。你会当甲五顶四相空，法顶四相空，空顶四相空。若安尼当中，你才当真正证着这物件真实的信心。不过，因人即马尾来出头话，甲讲了吼，是以依个如来常说，内经必求，离我说法，如法如者。法上应下，何况是法？这个这个第六分讲到这做结束啦吼。本文是意讲，因为我是根据，是因为第一义的道理。迄个第一义的道理就是讲啥物件？就是讲清净无染这个道理。我依照佛咧讲经理，无五顶四相，无法顶四相，无空顶四相，这个实相的道理来甲你解释。如来常说，这个物件，第一个物件，这个义就是讲《金刚经》讲到这个三种四相要空掉的，根据着这个义理，五空、法空、空空，这种空了。根据这三种的义理，这是伊是以几个才能解释。第二、第三。